继续来看，这是高雄市消防局的统计，108年度徛街的火烧厝，上主要拢是瓦斯炉煮食引起的，占375件。这300多件当中，搁以大烧、空烧占上多，达到74%。所以消防局就来拍一支防灾宣导的影片，特别来模仿到创下高收视率的电视剧《俗女养生记》的剧情。用打进民众佮趣味的方式，达到宣导的效果。这是高雄市消防局制作的防灾宣导影片。煮物件吼，发生火灾案件，逐暗电视都咧报。是毋是感觉这个场景真明晰咧？这支宣导影片就是模仿高收视率的《俗女养生记》。做甲烧滚滚热乎乎，你是真爱站遮斗闹咧。高雄消防局所拍这出叫做《毒女养生记》，这个毒就是毒房的毒，因为根据统计，108年度主体火灾原因发生率上悬的，就是伫毒房，高达375件。主食不慎，就是厨房火灾是占我们建筑物起火原因最多的第一名。在370个案件当中，佫以大烧占上悬74%，火灾原因第2名是电气因素，像烟灯线、生命灯等等。这烟灯线上好唔当弯翘，生命灯若是老旧啊，上好换新的，以免电线烧到。这出影片是以《俗女养生记》做参考。这部《俗女养生记》这个影片，我觉得非常的接地气，用一点比较活泼、比较有幽默的一个方式来导入一些我们想要传递给民众的一个消防观念哦。就是要用接地气、佮有趣味的方式来达到宣导效益。